一個英雄係點樣誕生嘅呢？佢需要一種異能，一個型 pose，有個死對頭，一個危機，仲有一個演出機會。星期六晚8點半，高清科幻荷里活，蜘蛛俠2兩台同步。套衫好型啊！多謝。下星期4，魔幻王國卡斯帕王子。各位，一批大學生喺理工大學舉行燭光晚會，大約500人手持燭光，希望為四川災民帶嚟祝福同慰問。8間大專院校嘅校長或管理層、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都有出席。主辦團體話正組織義工隊，分批輪流到四川參與重建，但政府話災場環境唔適合市民探訪，呼籲港人留港賑災。支聯會喺清水灣放風箏悼念6四事件。主席司徒華話，6月4號會繼續喺維園舉行燭光集會，同時哀悼四川地震死難者。支聯會93年起都會喺6四前放風箏，紀念當年喺天安門廣場集會嘅學生放風箏爭取民主。11點9有晚間新聞。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啊，係咁嘅。